是对电脑讲咧上诶，然电脑讲咧讲八卦，无嘛吼。所以这个是怎啊修咧？有影咧？我即种学关系啦。我即种甲无法讲吼，我即嘛做歹讲话呢。我嘛歹讲道理，道理愈讲较愈大诶。你嘛感觉安尼吼？伊是讲咱理解无够，但是理想有够。咱的想法有够，但是咱的实践做无够，愈讲愈见效。尤其咱即个人即个群吼，做咱修诶理念意罪。安尼讲到安尼吼，别人讲到无一块，安尼有一块。别人无一块，你有一块，咱嘛歹生活。大家拢无一块，你方有一块。所以今日咱讲，这是根本的道理嘛吼。人道变较好，对咱的事情会较好势。莫怨恨，莫贪心，莫欺诈，莫无知，就是贪心是咱人道本来人道上体根本的。这个人道嘛是讲话，这个贪心是较伫人道内底，贪心是较伫咱人的人心内底。所以人心、人道，人咧讲话，人的情绪，人情、人心、人事。人欲、人的、人的了、人力、人的了，这种足复杂的。所以今日你讲，咱今日修道讲的伦理足重要，伦理甲迄个尊重，后要互相尊重，大家师傅互相尊重，第二件互相尊重，兄弟互相尊重，两个尊重做起人的平安无代志。你若无尊重，就历史是啦，小人通咧讲毋做。毋做人较搞话，有要做人较，即讲要做较佫无话，话人讲毋做话佫济。若毋做话佫济，你也是讲这代志会大条的所以今日你这是根本咱若心若谦虚咱就福报。这个谦虚甲这个福报，讲你最后的上低所在，自然咧最后的上低嘛。讲钱水。钱要趁钱，要有钱，要好命，爱谦虚。谦虚叫度量，谦虚就是度量足大，袂去叫人谦虚，袂安尼控告自家，袂自高气扬。谦虚咱人就大面就好去。你若讲你拢做好，你拢要叫人渐渐上赢，你要叫人比上好的。若看人好，你就接受；若看人你就无欢喜，比较这是计较，计较讲讲要就安尼足重的。人若碰碰，行路有风，人面中风。迄个叫无好就咱碰碰，看人好就手下，看人歹，你就安尼看人无起，你就谦虚。所以咱人谦虚愈大，心量愈大，福报愈大。所以谦虚足重要。咱讲谦虚，咱若看人。咱的囝安尼好，也是讲咱若较高兴，咱讲着安尼足重的就对。愈重，讲你像愈有意思，话愈紧，紧着，莫紧着切瓜，单气压气压对了气压单无好。所以行路交情必败，其实该行路人该行路，捌愈济人愈谦虚，捌有人愈行路。讲电动较无聊啦。电动较有，电国都国有条啦。你去外口就无人去人谈，无人去人国。人比你较有，人比你较有力，人比你较有钱，你较大。你咧讲国大家会种较转来的所以讲这个行路是有办法。讲半桶水都安尼吃着，半桶水吃着袂了。规桶水都会吃。人讲心若浮气就实，讲了就安尼无条理个所以调毋尽讲高。你若心尽讲高，这甜干扰实际。你若是讲咱思这个好道理，听书甲你反抗，你爱端正行为，端正足重要。心若正，身躯就正。这身躯要端正足困难的。这身躯嘛是劳，
爱食好、爱穿好、爱做甜好，啊，足分段，足分段就对了。啊，这身躯甲迄个可爱，可爱，咱这身躯就是咱身躯上界大个可爱。啊，讲可爱无比，就是这身躯。啊，要回头时，咱要照这身躯，较当回头时啦。啊，人伊无人咱的本性，咱的身躯，咱是无讲咱的底。啊，你要回头，讲你爱甲这身躯入帮。迄个酒色财气调倒引，人财色名食睡，这欲望就是咱身躯上界爱，上界爱。所以你互这身躯会听你的指挥啊，听你讲的话，你搁听的话，这种做无简单的。所以照这修身是一个足深的学问，一个足悬的智慧，甲咱照这修身，我有你妈是。人伊今日来听班，身躯唔听你的。人讲死米要饭水安，人爱吹冷气，爱做甜果的，爱食好，爱分段搁限代。啊，这身躯若生你个身躯，就咱活就身躯先啊，啊无你才愈讲安尼。你若7万愈冒先落，连个这身躯先人嘛，搁有先，伊个臭腿，臭腿哦，连这眼皮都水，然后